媳妇儿，我给你买的进口的柠檬，快尝尝。放甜啊，老公。甜吧？小点声，别让咱爸爸听见，要不过来跟你抢了。俩人吃的嘛？没吃嘛？没吃嘛？怎么还背着我呢？儿媳妇儿，给老爸尝尝。说去吧，给他尝尝吧。哎呦喂！哎，摔死我了，这是嘛？来，这样，接进去，你看看啊，表演个响应龙卷风。哟，这是有病吧？冬青，你看到我枕头底下的钱没有？爷爷，我没有看到。如果我晓得哪个偷了我钱，我一定叫他变成一个不完整的男人。爷爷，你拿菜刀割吗？不是的，哦，那就好。我喜欢用榔头直接烤爆。爷爷，我错了，这5块钱还给你，我错了，爷爷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给你们看一下上次我弟整我的视频。真的？今天我要报仇。吐了！爷爷，我不想读书了。现在你不想读书了？别慌，你打架你打吧，打人就打人就。没得毛病，老姐。那苹果，我妈买，好大。洗了，洗过了，是吧？可以吧？还有火锅呀，这个搞定。站到啊！到。听城里的表哥说，医疗可以治脚臭，我就去买了一条82年的洛菲试一下，可是哎，牛哥，你搞笑屁啊！冇开个车个车呀，我想办事了。冇先錢啊，揸條電買基本自家自攞個，都冇跟嚟抄。再跟到出啊！冇跟呢？哎呦，玩基本自家自都冇呀，冇眼去跟到來。我要啊！我哋街市都顧路啊！阿婆，唔開嘅方法可以喎，你啱幫過嚟飯啊！你看人你他們菜呀，有嘢記錯冇？係啊，唔看見鬼要願望啊！你還有